出生開始識爬行，每步你我也。學生由入學開始就結伴前行，雖然佢哋每一位都有唔同嘅性格、興趣同專長，但係大家都帶住青春嘅步伐，勇敢追夢。我哋嘅夢想係帶住自己設計嘅機械人，衝出國際，為港爭光。多得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，令同學們有機會遠赴海外，擴闊眼界。你哋係咪參加咗個國際機械人比賽啊？係啊，我哋參加咗呢個美國勞倫斯理工大學嘅 RoboFest 機械人大賽。我哋今年1月嘅時候贏咗香港賽，然後喺5月嘅時候去咗美國參加國際賽，喺20幾隊之中贏到第4名。可唔可以介紹一下你哋嘅作品同埋你哋嘅參賽項目啊？我哋今年參加嘅項目就係創意機械人巡遊。今年嘅主題就係外太空啦，例如喺外星生活嘅外星人啦，同埋喺地球嘅人類。全賴基金嘅資助，同學們可以透過機械人發揮創意，代表香港喺國際取得佳績。會記住嗎？我哋嘅夢想係藉住設計機械人，向世界傳揚中華文化。可唔可以介紹下你哋嘅參賽項目同埋作品啊？咁其實咧，我哋嘅作品咧就係以呢個清明上河圖為主題 ，AI 導賞員係帶我哋咧就去到古代嘅。製作過程係咪好長㗎？同埋中間有冇遇到啲咩困難啊？困難咧就係同時間嘅競賽啦，一個好大型嘅作品啦，所以咧我哋咧都經歷咗好多個夜晚啦。今次得到基金嘅幫助，可以幫你哋完成機械人之旅，你哋有咩感受想講？蔡黃玲玲教育基金可以幫到我哋，需要去到美國嘅費用啦，都係比較高嘅。我哋都好開心，同埋可以好順利咁樣去到美國可以參加我哋嘅比賽。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嘅工作一直與時並進，由起初舉辦極地之旅推動環保教育，到推出名師出高徒計劃，以及弘揚中華文化嘅活動，擴闊學生嘅環球視野。好開心見到呢班學生實現咗佢哋嘅機械人夢想。冇錯，仁愛堂轄下2間中學、2間小學以及11間幼稚園，為全港學童提供一貫多元、優質嘅教育服務，協助學生發展潛能。而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就致力資助具前瞻性嘅教育項目，近年更加積極推動中國文化，培養學生嘅家國情懷及國民身份嘅認同。請大家支持仁愛堂，一齊培育社會嘅未來。快啲打捐款熱線22804668。